其實咧，好多人都係話蔡司鏡片好啦，但係一直都唔知點樣揀。1分鐘教識你精明選擇。咁講到蔡司鏡片嘅系列咧，其實有分 A 系列啦、防藍光系列啦、新清銳咧同埋捷銳，最後一個係智銳。咁即刻同你拆解一下呢幾個系列有咩分別啦。喺玩之選咧，咁係一定 A 系列啦。A 系列嘅話，佢搭配嘅係蓮花膜。蓮花膜顧名思義，好似個蓮花咁樣嘅，滑捋捋疏水疏油污，就比較易清潔。但係咧唔襟刮喎。如果咧係諗住鏡片要襟用啲嘅，千祈就唔好揀呢個系列啦。防藍光嘅鏡片系列咧，佢係底色會偏黃少少，比較啱用對 mon 啊、手機啊、人群比較多啲嘅去揀。但係咧，如果係畫家或者係設計師，呢啲對顏色要求比較高嘅，就千祈唔好揀呢個系列，因為咧鏡片底色深，影響到我哋日常會工作噶。咁到我哋嘅中端系列啦，性價比嘅首選，第一個咧係新清銳。新清銳咧呢個系列係用嘅蔡司嘅鉑金膜，咁鉑金膜嘅話係比較襟刮啲嘅，透光度超高，視覺超清，咁對視覺要求高嘅人呢比較啱。但係呢，注意一個點，鏡片嘅邊緣啦，優化一般，因為設計比較傳統，出嚟好多年㗎啦。第二個嘅話呢，就叫捷銳咧，佢係採用自由環面嘅技術。捷銳咧重點推，咁佢個自由環面技術呢，就邊緣優化會做得好。咁對於 coating 嚟講呢，有多選擇。第一個係綠晶膜啦，咁鉑金膜啦，同有防藍光同防藍光 Plus。咁防藍光 Plus 嘅話呢，係個底色仲加淺嘅，同新清銳呢不相上下，但仲薄仲靚。咁如果高度數嘅人嘅話，直接衝 1.67 同埋 1.74。依家講到王炸級別嘅，如果有預算嘅人閉眼入啦。智銳嘅話呢，係採用自由曲面嘅技術，邊緣優化拉滿，仲識得跟住你個眼睛動態調焦，就好似 4G 手機變 5G 手機咁爽噶。同埋呢，同年齡變化都有計埋喺裏邊嘅。coating 呢，仲加係從鉑金膜起步，鏡片呢會比其他嘅鏡片仲加薄。咁如果荷包預算夠嘅話呢，就閉眼入啦。一般戴過智銳鏡片嘅人就係戴過冇得翻轉頭。咁試水體驗嘅話呢，就揀 A 系列同埋防藍光系列。咁防藍光嘅話就要注意底色啦。精明之選嘅話就揀智銳，又薄啦，又靚啦，咁又多 coating 揀啦。終極享受就揀智銳啦。咁智銳嘅話呢，除咗科技感強，除咗貴就冇咩缺點啦。咁今日呢條視頻有冇教識你呢？如果有咩問題，同評論區同我哋留言啦。我係鍾瑩，你嘅視光管家，有咩問題可以聯繫我哋啊。